正版香煙假包裝，呢類翻包煙已經悄悄攻陷香港啦。據知一向走私內地免稅煙為主嘅私煙集團，近年改以新嘅模式運作，由東南亞國家買入平價正版香煙，再自行印製港版免稅煙盒，重新包裝，走私返香港，冒充關口貨嚟賣。私煙集團會透過喺公屋派傳單兜售，買家透過電話訂購之後，會有專人核實地址先至交收。而翻包煙每包賣23蚊計，扣除喺東南亞大約8蚊嘅零售價以及印刷等等嘅成本，估計每包煙最少賺10蚊，一年嘅利潤可以達到4億。煙草事務協會發言人張建華亦都話：呢種包裝假、香煙真嘅翻包煙係最近2年先至出現嘅新興手法。佢話市民買翻包煙唔單止違法啊，衛生嘅問題都成疑，好似有邊個支翻包煙咁，竟然有污漬。而且印刷粗糙，煙盒一拆即爛。張建華話：私煙集團嘅犯案手法層出不窮，擔心翻包煙將來或者會入侵元帥煙市場，令人防不勝防。ONTV 東方電視新聞台報導。